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 又係我 Steven 啊。今集2026年丙午年來年12生肖運勢，將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屬龍嘅朋友喎。屬龍嘅朋友來年運勢並無特別，各方面運勢都係比較平穩，整年呢冇大起大落，運氣指數係3粒星。首先係愛情運，感情方面比較平穩，與對方嘅關係呢冇太大進展。如果想發展進一步關係，應該循序漸進。首先要了解對方嘅重要性，其次係事業運。工作方面來年比較平穩，事業上冇乜太大嘅發展機會。如果想轉工嘅朋友，來年亦都冇太大嘅突破空間。有時候冷靜落嚟，唔好操之過急，調整心情，善用自己清靜嘅時間，好好裝備自己，蓄勢待發，話唔定可能會有更好嘅機會㗎。之後就係財運方面，來年財運一般，正財邊財都會財來財去啊。由於冇乜太大改變，生活會令你變得麻木，不如將自己現時擁有嘅嘢整理一下，可能會有意外收穫㗎。最後係健康運，來年健康一般，冇太大嘅病痛，同時亦都冇太大嘅改善空間，倒不如利用呢個空閒時間多啲充實自己，去揾下一啲運動上嘅興趣啦。來年守命星係天上星，幸運數字係1，幸運顏色係青色，幸運植物係綠牡丹啊。本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即係 CL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